在林德区农会家政班喇嘛喇姐类进步都表演下，正是拍响虾米拢青在地小农市集活动。现场会当看到真侪林德区在地青农生产的农特产品，有健康满分的蔬菜、鲜甜豆荚水果以及农产加工品等等，种类丰富。总干事曾家泽表示，林德区农会连续4档举办市集活动，除了是提供民众一个采购新鲜农产的所在，也是为青农建构一个形象平台，增加农民的收入。林德农会今仔日办到咱迄个小农市集非常的热闹非常的踊跃尤其今年都办到第4年阮最大的目的就是要甲咱这在地青农伊的消费伊所在的物件甲互消费者安尼享用互因食了会健康食了会迄个大家安尼安心安尼尤其这青农非常的认真拍拼所以阮也甲拍一个平台拍出一条通路安尼互伊会当增加收入我的目的就是讲办这个活动会当互咱地方这少年人会当回乡转来为农业来拍拼安尼。林德区农会致力打造青年农民甲消费者的交流平台，帮助青农提升品牌知名度，互更侪人认识在地农产的用心甲价值。也希望市集会当吸引更侪民众参与，进一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台湾新闻赵世伟采访报道。